永华哥麻烦。好，如萍我们里面请哦，成功，加油，唱歌，谢谢。来，我们男生站后面，女生站前面。男生，阳光哥麻烦。燕佩，好。女生往前站一步，好，女生往前站一步。好，文珍也往前站好。哇，这个场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昨天这个收视全国第一，对不对？都是大家的功劳。太厉害了，这收视率真的很厉害，不得了。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先请董事长帮我们勉励几句话，还是？先等一下，先等一下。那我们先，我们先，对，我们先拍合照。那我们有准备手板，来。好，这边对，恭喜我们多情城市收视冠军。好，我们大家一起拿。来，我们先大的，我们大的拿后面好了。可以。掌声欢迎我们廖总经理莅临现场，欢迎总经理。好，总经理请。那我们在这么欢庆的时刻，我们先拍一张大合照，我们一起来看前面比赞。副总也一起。好，那我们邀请徐副总。副总，麻烦。副总，欢迎副总。好，还有杨副总一起，杨副总。好，请各位长官还有我们的男女主角们一起往前比赞，耶！恭喜我们的多情城市收视第一。稳坐8点档收视宝座。是的，我们昨天平均收视有5.28，最高收视有破6哦！掌声鼓励，恭喜大家也辛苦了，是打了漂亮的一仗，是。而且呢，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为什么？我们不但是 A 加收视第一名，我们有效收视也是第一名，大获全胜啊！掌声鼓励，赞不赞？赞！好，首先我们就请我们的王董事长。那特别是那个我们在这个新戏的交接的时候，真的是一定要非常的小心。那制作单位，萧大陆在哪里啊？怎么这来？我们欢迎大陆哥、3位制作人，还有我们的大翔哥，还有青兰姐。不要客气。辛苦了，恭喜！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进来有没有来？有的话不要客气，就自己进来哈。可能破也进来吧，破你们的公关也是一直在那边宣传嘿。因为像交接戏的时候，如果交接的不好，让对方也串起来，那我们就更辛苦哈。那终于我们是打赢了这个战哈。这是头一天，那再来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出来。那恭喜大家。那另外刚刚呢，听到广播讲说，请大家下来庆功宴。好，那我就不多讲了，谢谢，恭喜，谢谢董事长，掌声鼓励。好，接下来那我们是请廖总经理，廖总来跟大家说说话，谢谢。好，这个既然是庆功宴哦，有饭好吃的，莫围攻行贼。无论如何呢，非常感谢。最近呢，我知道赶戏呢赶得很凶啊。这个过往呢，大家很舒服，晚上12点就可以这个下工回家了哈。那最近呢，大家真的比较辛苦，听说呢需要到这个3点左右啊。那我想这个真的是比过往的辛苦一点，但是呢，我想我们的戏的品质呢，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呢，经营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这个胜利呢最大的一个保证。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呢，在第一线的所有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这个节目事业群几个第一线的单位，包括这个戏剧企划中心、导播组、美术组等等这些单位的同仁，他们在这个最近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都很清楚。那我想这个大家的努力呢终于在昨天呢有开出这个一朵花哈。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关卡哈。刚刚这个董事长特别强调，换戏呢都是一种风险。那这个呢，我们这个风险呢算是已经很平安的度过了。我想过了这一坎，咱后边呢再讲霸级，好不好？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总经理，谢谢。好，那我们也请许副总跟大家讲讲话。董事长、总经理，还有各位辛苦的同仁哈，您是做戏呢，一定是做有感情啊，有质感啊。我相信多情城市一定还会有更好的成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谢谢副总，谢谢。好，我们也请辛苦的制作人大陆哥来跟大家讲话，辛苦了，恭喜收视全国第一。谢谢我们谢谢董事长这么支持哈，还有总经理跟许副总对我们的剧本每天都耳提面命，还有我们所有的演员同事，还有那个我们这个戏剧中心这个不眠不休。但是呢，我是金牛座，我是比较务实，我觉得才第一天，我觉得连续10天的领先，我们会比较放心的哈，我还是继续加油，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大陆哥，也谢谢所有的演员们。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庆功仪式我们要先发一下香槟酒喽。好，手板的部分可以先交给2楼的男生，然后大陆哥请往中间起来。好，刚刚那个戏剧中心特别交代说要摇5下，疯狂摇都可以啦。对。好，副总我们要先摇哦，大家拿到先摇哦，疯狂摇哦，好，5、4、3、2、1，多情城市收视冠军，全国第一，耶！好了。好，越冲越高，我们收视也越冲越高。好，我们先看前面给摄影大哥，好，我们先给记者拍一下。好，我先拍照，先拿香槟拍照。你要拿一杯的还是？先拿着拍照，对，先拿香槟的瓶子。好，我们先拿整罐的哈，先拿整瓶的。好，我们看前方的摄影大哥们，谢谢。旺哦，5欧哦。我们在前方。好，我们看前方，谢谢。发炉。来，大陆哥一起，来，1、2、3。耶！恭喜多情城市收视第一，真的非常厉害。小心地上小心脚步哦。而且刚刚的画面很可爱哦，明明那个香槟是往前喷，可是2楼的男生全部往后退，为什么？好，我们干杯！耶！多情城市称霸全台。
师小心，好。好，接下来我们要来问一下这些昨天我们辛苦的男女主角们昨天那个播出之后的心情心得。那先请秋红先来吧。先请秋红。好，以君姐。当然首先要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给予我们的肯定跟支持。多姐这是我的志龙，2个志龙都在现场。所以那个感动的感觉到现在还是存在的。好，谢谢大家。然后当然这不只是目前的所有演员被看到，但我觉得幕后的工程更是功不可没，因为制作人、监制群，还有我们凤凰艺能的经纪人，以及所有的导播组啊、灯光师啊、摄影师啊，其实他们工作的时数都比我们演员还要来得长、来得辛苦，所以他们的工程算是我非常感谢，真的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对，刚刚是有讲到一部好戏会成功，但要很多工作人员的一起协力嘛。是。不眠不休，一起努力，让收视创造全国第一。是太厉害了。好，那我们是再请胡一书，要讲话就往前。有来。好，翁哥，麻烦翁哥来。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收视率这么好。其实我拍了那么多戏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啦。我觉得看剧组的感情好不好，就知道这收视率好不好。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剧组像个家庭一样，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在，然后还有小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而且一家人一个大家族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开开心心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收视率怎么可能会不好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继续下去。昨天有这么好的收视率，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虽然我昨天没有帮上忙，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帮上忙的话，可能可以出到6。希望我可以在近期内赶快回来团队，然后帮上大家的忙。谢谢。成功！对，我觉得在这一档戏里面，我真的发生了很多喜事，就是在这边结婚，然后有了 baby， 然后当然也经历过这么多次那个收视冠军，我觉得一定要继续发下去。加油！好爸爸！我没有要讲爸爸真的，反正我就是觉得说能够来到我们是这个那么温馨的一个大家庭，尤其是《多情城市》这个剧组，真是像洪哥就拍了那么多戏，来这边真的是让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大家都很温馨，然后很互相帮忙，演员跟演员之间就像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那反正呢，昨天打了一场胜仗，只有一个字：送啊！顺哥，接下来听说会有很厉害的剧情发展。对，谢谢您是，谢谢各位长官，谢谢制作单位。我想观众继续努力的看，我们继续努力的拍，谢谢。谢谢崔哥。好，那我们这边维华哥。你不是说收视率，如果你帮忙收视率破7。对啊，刚刚那个子晨说他昨天没有帮忙，如果他有帮忙的话，应该到6；我如果有帮忙的话，应该到7了。如果真的有冲到7的话，黄伟星要脱了。那我这边旁边有文珍亲爱的姐姐听说忙到早上，辛苦。现在你来帮忙我们讲几句话。我这边真的是非常感谢所有的演员，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而且有没有发现唱歌穿警察服很帅，对不对？超帅的，可是不要随便穿好，我问一下文珍来。好，文珍。我觉得在这个时期，可以在这里继续的拍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然后大家都像是
越来越好，也希望说我们一直就是维持这一份的气势，就是一直到之后的每一部戏都是这样，我们会越来越好，然后互相学习。谢谢。接下来如萍讲话之前，我们要讲一下昨天收视最高的点，就是如萍对讲跟三太讲说什么什么的那一段，我讲很多，讲说就是你的小孩就是单季6。人生海海，心情啥人知？爱情哪会无伤害？一个人转动无情的世界，就算艰苦嘛会忍着目屎。有缘一世人会甲你熟悉。你上了解阮的心内。